擲4000萬價兒，薛家燕嘅體面終究成咗笑話。2018年香港洲際酒店，佢豪擲2000萬豪宅當聘禮，百萬金器堆爆儀式，半逼娛樂圈嚟撐場，將補償式母愛演到極致。可誰能夠料到呢場轟動全港嘅頂配婚禮，白天係萬眾艷羨嘅豪門盛典，深夜就淪為全網群嘲嘅鬧劇。新婚第二日，一段疑似儀式嘅不雅視頻炸場，直戳呢個被婚姻碾碎過嘅女人最唔願觸碰嘅軟肋。呢場睇落圓滿嘅喜事，點解突發波折？薛家燕傾盡心力籌備婚禮嘅背後，係咪藏住唔為人知嘅秘密？呢場風波又會俾呢位飽經滄桑嘅藝人帶嚟點樣嘅衝擊？薛家燕嘅人生冇劇本，但係比任何一部港劇都跌宕殘酷。而一切嘅轉折始於一次偶然嘅相遇。早年薛家燕飛往韓國出席音樂頒獎禮，喺飛機上遇見咗豪門公子石寶慶。佢並非圈內人，經營餐飲生意，談吐斯文，對薛家燕一見鍾情。分開後，遠喺美國嘅石寶慶每日寄3封信，打一個長途電話，發1封電報，密集而堅定嘅追求喺冇即時通訊嘅年代，令薛家燕無法抗拒，好快墜入愛河。1年多後，現實嘅推力接踵而至。薛家燕嘅母親身患癌症，希望有生之年見到女兒成家。石寶慶有正當事業，家境優渥，恰好合咗母親嘅心意。薛家燕亦早已厭倦孤身打拼，渴望安穩。1983年，佢喺事業巔峰期毅然退圈，同石寶慶結婚，隨佢移居美國。婚後嘅生活睇落安穩，短短幾年，薛家燕接連生咗3個仔女，由銀幕明星變成咗圍住灶台、尿布同仔女功課打轉嘅全職太太。從來冇做過家務嘅佢，特意報咗烹飪班，學咗成年，練就一身好廚藝。可丈夫返屋企嘅次數卻越嚟越少，真正嘅裂縫由年幼嘅女兒親手撕開。一次，石寶慶帶大女兒外出，返屋企之後，女兒天真淡講，爸爸將佢哋關喺車入面，自己喺外邊同一個阿姨玩。多方打聽後，真相浮出水面，嗰個阿姨係石寶慶嘅秘書。薛家燕打電話質問，換嚟嘅卻係羞辱。同丈夫攤牌，對方卻一言不發，轉身離開咗屋企。佢曾經天真淡，以為就算冇愛情，個仔至少仲有爸爸。可石寶慶一走就係3年，杳無音訊。直到有人上門要將佢同小朋友趕出家門，佢先知道殘酷真相。石寶慶早已轉移全部財產，將佢哋居住嘅屋以1港幣嘅價錢賣俾咗自己嘅母親。一夜之間，婚姻、家庭、經濟支柱全部清零。嗰一刻，薛家燕徹底崩潰，企喺25樓嘅窗台邊。佢曾經諗過一左百左，但女兒一聲媽媽將佢從絕望邊緣拉返嚟。我活咗落嚟唔係因為唔痛，而係因為放唔低小朋友。佢申請離婚，帶住3個小朋友淨身出戶，身無分文，仲背負債務。呢個係佢人生最黑暗嘅時刻，但係亦都係佢逆襲之路嘅起點。薛家燕嘅演藝之路由一開始就自帶傳奇底色。1950年，佢出世喺香港，8歲時喺爺爺壽宴上隨口唱咗一首《貂蟬拜月》，被台下導演一眼睇中，出演咗人生第一部電影《7兒8女9狀元》，童星出道順理成章。15歲時，佢同陳寶珠、蕭芳芳等同齡女星結拜，組成咗被寫入香港影史嘅7公主。薛家燕未必係最靚嘅，但憑借獨特嘅自信同幽默感，始終係其中最亮眼嘅一個。19歲嗰年，薛家燕迎來人生第一個事業巔峰，主演電影《飛女正傳》，影片大賣，佢亦一舉爆紅，成為邵氏影業力捧嘅當家花旦，風頭堪比林青霞、張曼玉。可就喺事業如日中天時，佢選擇嫁人息影，呢一轉身徹底改寫咗自己嘅人生軌跡。婚姻破碎後，薛家燕帶住小朋友重返娛樂圈，可此時嘅娛樂圈早已物是人非。為咗養家糊口，佢唔分角色大小，乜戲都接，甚至一度去地產公司打工。可命運並未眷顧佢，一次商鋪投資失利，令佢虧損超過200萬，瀕臨破產。嗰陣時，我真係覺得天要塌落嚟啦。但佢冇放棄，反而更加拼命咁工作，因為佢知道自己一旦倒咗，小朋友就徹底冇咗依靠。1996年，轉機終於出現，薛家燕接拍 TVB 劇集《真情》，憑借確兒呢個溫暖接地氣嘅角色，意外再度走紅。
呢個角色唔單止救咗佢嘅事業，更徹底改善咗佢嘅經濟狀況。此後幾年，佢穩紮穩打，名下逐漸積累咗9處房產，市值超過2億港幣，終於擺脫咗當年嘅窘迫。就喺生活重回正軌嘅時候，一個唔應該出現嘅人突然現身。2011年，拋妻棄子嘅石寶慶毫無預兆地闖入佢哋嘅生活，佢俾喺美國讀書嘅兒女送錢送車，頻繁俾薛家燕打電話，試圖挽回呢段破碎嘅婚姻。但呢一次，薛家燕異常冷靜，我唔見佢，冇必要啦。當年我每日企喺露台盼佢返嚟，而家諗嚟真係傻，差啲為咗佢去死。一句話徹底劃清咗界限。歲月流轉，小朋友陸續長大，薛家燕最大嘅心願就係睇住佢哋成家立業，過得比自己幸福。2018年，兒子石耀廷同陳素儀嘅婚事提上日程，為咗彌補自己當年嘅遺憾，亦為咗俾兒子一個圓滿嘅開始，佢唔惜重金，親手籌備咗嗰場轟動全港嘅婚禮。婚禮當日，薛家燕企喺台前望住個仔成家，忍唔住紅咗眼眶。佢諗起嘅唔單止係當下嘅喜慶，更係自己獨自撐起3個小朋友嘅漫長歲月。幸好我有衝勁，願意去做，如今一切都苦盡甘來。呢份來之不易嘅幸福，佢比任何人都想親手交到下一代手中。為咗呢場婚禮，薛家燕幾乎親力親為。香港洲際酒店擺開53桌喜宴，佘詩曼、歐陽震華、胡杏兒等 TVB 熟面孔齊聚，賭王四太、陳寶珠、蕭芳芳亦現身捧場。佢唔單止出錢，更操心到每一個細節，甚至親自飛去英國會見親家。當日佢身穿金紅色晚裝，華貴耀眼。敬茶環節，全家女眷統一，身穿金色服飾，復刻舊時大戶人家嘅排場。石耀廷則穿着中式喜服，坐花轎迎親，一切都遵循最傳統體面嘅方式。呢場婚禮加上贈予嘅2000萬豪宅，前後花費近4000萬港幣。薛家燕直言呢個係俾仔嘅底氣，亦係俾兒媳嘅尊重。可呢份做奶奶嘅幸福，只係維持咗唔夠1日。婚禮第2日，網絡上突然流出一段疑似兒媳陳素儀嘅不雅視頻，尺度之大，被網友比作當年嘅豔照門。爆料者據稱係陳素儀嘅朋友，特意選喺新婚之際放出視頻，引來網友熱議。到底有幾大仇怨，要喺別人人生最關鍵嘅日子下此狠手？視頻截圖迅速擴散，輿論一夜之間徹底失控。最先企出嚟嘅係薛家燕嘅大女兒。佢直言第一眼就知唔係弟弟嘅老婆，完全係另一個人。佢同時透露，母親同弟弟當時並唔知情，希望大家唔好影響到第2場婚宴。可謠言越演越烈，薛家燕最終不得不親自出面，喺採訪中冷靜否認，一睇就知唔係佢，唔使再問。兒媳唔係娛樂圈嘅人，唔習慣面對呢啲嘢。喺佢嘅力挺之下，呢場風波才逐漸平息，但傷害已然造成。而薛家燕喺風波中嘅沉穩擔當，令大眾再次睇到咗佢堅韌果敢嘅一面。同年12月，佢喺香港紅館舉辦咗1連2場薛家燕愛你無限60年演唱會，慶祝自己演藝生涯60週年，用精彩嘅演出證明咗自己嘅人氣同實力。此外，佢仲憑藉流行經典50年，榮獲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萬千光輝演藝人大獎。呢份榮譽係對佢60多年演藝生涯嘅最高認可。薛家燕嘅晚年愛情低調卻長久。2004年，佢被拍到喺機場為男友 Andy Chan 送行，隨後大方承認戀情。呢個比佢細17歲嘅圈外男人冇光環名氣，但係喺佢最需要嘅時候，始終唔離唔棄。2009年，薛家燕因為割肝手術後恢復不當，引發多種併發症，一度陷入昏迷。病床前寸步不離照顧佢嘅，正正就係 Andy。呢段悉心陪伴，令佢篤定呢個係可以託付一生嘅陪伴。戀情公開後，年齡差引來諸多非議，薛家燕亦曾經動搖，但時間證明咗一切。Andy 嘅耐心、沉穩同尊重，漸漸消解咗佢嘅顧慮。3個仔女都認可呢個男人，願意見到母親被溫柔對待。只係經歷過一次破碎嘅婚姻，薛家燕對結婚二字早已失去幻想。就算 Andy 求婚，都被佢溫柔拒絕，唔係唔愛，而係唔再需要一張紙婚約嚟證明幸福。而家淡樣最舒服開心。隨住感情穩定，關於佢再婚被分走身家嘅傳聞接踵而至。
2025年，網絡上甚至出現薛家燕被男友捲走2億嘅荒唐講法。面對惡意揣測，佢喺8月5日發布正式聲明，逐條否認傳聞，直言呢啲內容純屬博流量嘅虛構，已經嚴重干擾佢同家人嘅生活，並保留法律追究權。聲明最後，佢特意補充：多謝關心，一切安好，生活幸福。回望薛家燕嘅一生，已然走過70餘載。從童星出道、萬眾矚目嘅影壇新星，到為愛退圈、嫁入豪門嘅全職闊太；從被背叛後淨身出戶嘅單親媽媽，到白手起家、逆襲成億萬身家嘅 TVB 資深戲骨，佢嘅人生冇坦途，只有反覆嘅起落。佢跌得足夠重，婚姻崩塌、經濟歸零、獨自養娃，仲要承受病痛折磨同命運試探，但佢從來都冇向生活低頭。如今76歲嘅薛家燕依然活躍喺舞台上，兼顧事業同家庭，身邊有兒女相伴，愛人守候，唔急唔慌唔悲唔亢，絕唔將就，活成咗好多人心中最體面嘅人生樣本。佢用60多年嘅演藝生涯，留下無數經典角色，更用一生嘅真實經歷，話俾世人知，向陽而生從來唔係冇低谷，而係每一次跌倒都選擇重新站起身。薛家燕嘅故事仍然繼續，而佢本身就係最好嘅答案。